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做工仔人 Podcast》，我是主持人美玲，讲趣味的台语，做趣味的代志。搞怪囡仔故，这个节目是由咱做工仔人工作室制作。今仔日要讲的是咱白长仔公主第5集。顶一回，公主用食物甲人换到免钱的度假别总通带，续落佫会发生什么趣味的代志呢？请大家佫甲听落去。入城了后，红帽仔少女哪行哪小解这个国家，伊有去讲到这个国家的国王，伊的第2个后生叫做白马王子。这个王子伊足敖武剑，剑术真厉害，只要伊手头有剑，就无人有伊法。而且伊红仔头佫生了真水，自细汉大人若看到伊，定定忍袂牢，舔伊的喙皮，讲伊足缘投。伫王宫内，定定有啥物阿姨啊、姑婆啊，甚至是官员的某，大家拢相争要舔伊的喙皮，互伊感觉足酸。总是嘛袂当剑飞出来，就凊彩共扑。有时伊穿便服出巡，行伫街仔头，嘛一天到晚去拄着毋捌的阿送，伊直要小解因查某孙，互伊熟悉呢。就因为安尼，这个缘投的王子，愈来愈无爱甲人斗阵。过生日的时，伊就骑伊迄只白马出去烧规工，骑甲马强要褪腿。若是过年，伊无想要甲人请安交陪，就提讲下骹手人休困，无人通替伊洗马，伊会家己走去甲马仔洗身躯，透早洗甲透暗，直直洗，一直洗，洗到迄只马拍骹像咸柳皮，看到水就惊，过3天佫毋敢啉水。嘛因为伊无爱甲人斗阵，规工毋是咧舞剑，就是咧舞伊的马，才会互叫做白马王子。红帽仔少女讲到缘投仔送，就兴气气，细细念，讲袂煞。白长仔公主是伫边仔喙烂插插叮，毋是伫笑想迄个缘投的王子，伊敢若注神伫片好食物的香味。红帽仔少女小解伊即个城市上有代表性的好食物——肉圆。迄边迄两担，一担咧卖脆的肉圆，一担咧卖甜的肉圆，两担拢介好食。你要拣倒一担？囡仔人才着拣，我行情敢也歹，我2款拢买。白长仔公主喙里踢一粒肉圆，当咧剥的时，看到边仔壁顶搭一张海报。这个查某人哪会看起来面色？红帽仔少女讲：迄个是互通缉的歹人，若是掠着人，警察赏金20万哦。白长仔公主详细甲看。这个人就是阮后母啊！红帽仔少女掣一条，看迄张海报讲：真的啊假的？安尼，咱紧来去报警察。越头才发现，哎哟，伊哪会是伫含一个青云人讲话？迄个人徛伫伊身躯边，喙佫咧剥槟榔。啊，公主咧，哪会走无去？原来咱白长仔公主2种肉圆输了了，连咪就扫去找别项物件食，根本就佫甲伊放袂记。因为几若天无踅街啊，白长仔公主一直踅，一直买，一直食，食甲真欢喜，
伊阁想讲，阮下仔猴哥哥吼，一定毋捌啉过珍珠奶茶。我若是买转去互因啉，因一定会足欢喜。伊就去买奶茶，算好好一人一杯，灌甲重款款。伊阁想讲，规气今仔日暗顿食较青草咧。虽望我袂晓煮食，毋过火锅应该和泡面差不多，煮好食就好。伊就开始买材料，愈买愈济款。后来真正灌袂去，规气啊，甲迄寡奶茶拢总灌了了。到天要暗的时，伊才家己找着路，通转去别庄。即道买着真侪高级的食材，龙虾、海胆、四五家，拢总甲下下入去，无得计较成本。佮甲8粒市内上有名的肉丸放入去。咱即个公主吼，足大心，伊阁会记逐个人爱食的物件哦，蒜头、蚵仔、盐水，嘛拢总甲伊掺入去。刷落，佮夹一支大鸡汤匙伫遐乌白拉，拉甲一鼎火锅，变甲有够太高，佮有一个线走出来。加在使用的拢是上青的高级料，迄下仔猴七兄弟吼，一世人都毋捌食过遮尔特别的料理，食甲是真欢喜。颠倒是白苍仔公主，迄顿无和因做伙食，伊讲伊下晡食伤饱，家己坐伫边仔，咧继续芳。咱阁转来讲王宫这边。白苍仔公主出去办代志，办甲无看影，王后感觉真满意。尤其是迄个杀手，拢无来找家己讨小妹，想到伊就笑眯眯。想袂到，才过无几工，竟然阁看到公主的消息，伊的眉种也阁有新的相片，伊竟然在度假。这间别庄看起来哪会这面色？王后认出迄张相片内底的别庄，就是进前有人检举，讲是伫树林内底有人侵占国有地，伫遐起的别庄。一声害啊！伊找人去抬公主，公主若无死，代志别空是要安怎？伊赶紧甲进前人检举弊案的迄份报告变出来，找到迄间别庄的位，想讲找外包的实在袂信用的，代志若要做好好势，要是着爱家己来。王后先去仓库，家己底一篮苹果，佮特别拣一粒较大粒、较水的，摕转去房间，甲毒药抹伫迄粒苹果顶头，放伫边仔冷风。刷落，家己装甲亲像一个老大人，惊安尼阁去互白苍仔公主认出来，伊阁专工伫片头点一粒记，目睭尾阁画一大斑。王后敲出伊衫櫥内底上旧的迄束乌色的洋装，甲等咧涂骹大大咧。伊本底是想要互迄束洋装看起来较垃圾，大较骹有淡薄仔酸。才想着讲啊，乌色本底就较看袂出香啊！王后准备好势，就甲迄篮苹果干了，为城堡的后门出去。白苍仔公主困到中昼，起床在等红帽仔少女。这时，叩叩叩，有人在弄门。有人伫咧无？来啊！咱倒位要找？门拍开，是一个穿乌衫的阿婆，笑眯眯徛伫遐。嘿，看你规身躯穿甲乌麻麻，介像阮后母呢？听到公主安尼讲，
迄个阿婆紧张甲，应讲：你莫黑白讲，我哪有亲像伊遐水？阿婆赶紧比家己的鼻仔讲：你看，伊敢有即粒痣？佮比目睭尾，你看，伊敢有即大斑？白长啊公主想想咧，安尼讲嘛有影，就问迄个阿婆：啊，你哪会无带无钱走来遮？这是无网络信号的哦。阿婆甲哪挂掀开，一哪苹果红记记，佮芳讲讲。伊甲迄粒有毒的苹果摕出来，拄去公主面头前，讲：我来买苹果的啦，来，这粒请你食。公主看到面头前即粒遮尔啊大粒的苹果，爱困心拢走无去，目睭天甲大大蕊，讲：哇，看起来足好食款。伊伸手要去接迄粒苹果，阿婆欢喜甲喙甲翘翘，想袂到即个时阵，白长啊公主煞讲：毋过即粒看起来伤过分，我会较册。话还未讲煞，伊就直接伸手为篮仔内底撒另外一粒起来食。阿婆还未放弃，讲：即粒嘛真芳，你食看卖。白长啊公主无甲应，佮家己拣另外一粒起来食，无得甲伊客气。我拜托你，即粒先食看卖啦。阿婆一直甲伊手掂咧迄粒苹果，拄去白长啊公主面头前。公主应讲：你是毋甘互我食哦？伊一手撒一粒苹果为喙里踢，煞去夹着。阿婆去互惊一条，规个篮落伫涂骹。要安怎？要安怎？迄个汉姆你去啥的？要安怎创？我插伊去死！白长啊公主倒伫涂骹，踹一个，都无搁再叮当啊！阿婆伸指头啊，甲吐两个。喂！看公主死严严，拢无反应，欢喜甲笑嗨嗨，人就随走去。下仔狗兄弟转到厝，看到公主倒伫涂骹，袂震袂动，看起来该先死去啊！因足毋甘，哭甲足大声。白长啊公主无去啊，以后咱家袂着青草的啊。我要食回果啦。因靠1分钟了后，就开始讨论要安怎处理公主的代志。开阵咱上闹的就是乌空啊，咱乌一个骨仔，甲伊抬起来。袂使，公主请咱食好料呢。这尔伟大的人，哪会使凊彩甲抬？最后，因决定要做一个玻璃塔，甲白长啊公主装伫内底，菜伫客厅，通逐工甲摆。佮讲转来2天进前，因为有报马仔提供情报。白马王子就受命去追查通缉犯。虽讲伊毋是警察，但是伊会当利用外交身份去进行调查。伊骑马入去树林内底，想袂到带路机甲乌白乱报，行到手机啊拢无信号，伊煞找无路。这时拄好看到野仔狗的别踪，伊去弄门想要问路。弄规步久，拢无人应。白马王子为窗仔门甲看入去，看到一个玻璃塔，内底搁倒一个水姑娘啊！王子毋知发生什么代志，伊就为窗仔门跳入去，看到桌顶放一块石棒，伊腹肚枵，想讲无人看，就甲石棒撒起来食。白马王子哪食
哪行到白苍仔公主边啊，心内想讲：毋知伊是做啥物歹代志，哪会互人踩伫遮啊？这时拄好矮仔猴兄弟转到厝，因共款眯伫外口看，细细声讨论讲：哪又搁有车份人来伫咱兜，搁含公主共款，凊彩摕咱的物件食。恁看外口迄只白马，敢讲伊是白贼？着甲你讲白贼，毋是即个意思啦。等下，恁甲看。因看到迄个青云人愈画愈近，伸手甲白苍仔公主的玻璃大掀开。矮仔猴兄弟看到有淡薄仔紧张，毋知伊是想要创啥。白马王子感觉即个查某囡仔敢若搁在喘气，伊挖去查某囡仔的面遐，想要确认一下。即个时阵，迄个查某囡仔熊熊目睭八金。一喙苹果就安尼吐在伊的面。食伤紧，血糖熊熊称悬，煞困去啊！你是啥？你敢是要来甲我抢苹果的？苹果咧，我去拿苹果咧。这个时阵，矮仔猴兄弟撞入来，一群人甲白马王子围起来。王子想讲，这个场面伊捌听过。这是仙人跳，这就是仙人跳。王子毋知要安怎才好，伊规气讲：无咱今仔日的节目就先到这。感谢大家收听咱搞怪囡仔故《白苍仔公主》。这个故事是由咱做工仔人工作室制作，编剧贾翔，演出美玲，音乐甲影片鸟豆，字幕甲校对阿金因翁。今仔日个故事听了若感觉有趣味，爱甲阮起赞、注文、斗宣传哦。嘛欢迎大家来阮的 YouTube 面册，也是 Twitter 的留言区甲阮开讲。努力，再会。